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说过你会全力支持我的。我没说不支持啊。我知道拍卖会搞的是很成功，只是这高档果子是应急之策，寻常人家哪里消费得起？再说了，京城的大户人家又有几家呢？你看，我来给你算笔账啊。咱们在拍卖会上一共进账是328两又67文，刨去成本和还债的钱，喏，咱们累死累活一共就赚了10两。既然这次拍卖会已经打响了名声，咱就应该物以稀为贵，精益求精。你这次赚的少，是因为你送的多，利润肯定比市井果子要高，赚钱速度肯定比市井果子要快。但你也知道，咱们刚还完债，不如我们慢慢来，循序渐进。我这个主意是希望你能快速赚到钱，参加比赛，拿天下第一品。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就像我要害你一样。但是照你这样买食材，不出1月，唱一阁就要关门大吉。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，以后不准买这种名贵食材了。那龚老板你自己做吧。陶峰，陶峰，陶峰，你这个大混蛋，还说什么小福星？我看你就是个扫把星，搞垮了自己，还来搞垮我。如新，告诉那人，果子卖完了，让他再多备一些。还有啊，让他时刻记得，那个卖身契还在我这儿呢，让他不要那么嚣张，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。告诉那女人没原料了，像她这样一毛不拔、锱铢必较、鼠目寸光，还想拿天下第一品，还不如做梦比较快。我锱铢必较，我鼠目寸光，他又好到哪里去了？目中无人，养尊处优，他以为他是谁啊？太子吗？如新，给我传话去。阁主，唐风也是为了畅音阁好，你又何必跟他较劲呢？他确实也有他的苦衷。是啊，今天天气真好，你看那儿，我小时候可喜欢去那儿了。这些都是我小时候。来4碗面。哎，好。这不是食材店，你要不想买，也不用明晃晃的骗我吧。还有唐大公子，食材店他又不会跑，对不对？你连饭都没有吃，就算你不吃，他们俩也要吃啊。吃面吧，唐公子，来试试吧。这家店可好吃了，不吃会后悔的。来来来，你们请。快尝尝，这面味道可好了。好鲜啊！没想到如此美味的食物，竟然藏在这普普通通的市井小摊上。这老板，以老板的厨艺，怎么甘愿窝在这样的小地方？属实有些可惜。不是所有人都想开一家大店的，好吃的食物应该让更多人能吃到，而不是
他们吃面的样子，跟我当年吃到舒娘娘做的果子一样开心满足。这次出宫寻找时针记，不就是希望能把这样的开心带到民间？一碗无奇的市井面条，竟然能跟记忆中精致昂贵的果子一样让人开心，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。啥也比不过这碗热汤面，我家孩子最喜欢吃六婶的热汤面了，3年都没涨价了。畅音可走这边。也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。要不是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情，咱们俩早就该来看他们了。啊，小虎他们看见我们肯定高兴。今天他们又可以打牙祭了。哎，公子，这么多好吃的，你看这不是他们俩吗？他们怎么也在？那咱们别出声，看看公明他们要干嘛。哎，走。小虎，小虎，姐姐来了。来，这有半个月都没见了，小虎你这又长高了。快进去，看看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啦。走，姐姐进去。姐姐，我们想吃果子。大家排队喝完粥就吃果子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谢谢姐姐。来，想不想吃果子呀？想。没想到这铁公鸡也会主动帮我。不是所有人都想开一家大店的，好吃的东西应该让更多人吃到，而不是物以稀为贵。小虎，你们怎么跟阁主一样省啊？还有很多呢。那也要省着点吃，这样吃的时间长。这个给你。可还真得省着点吃。要是咱家的唐大厨坚持要做名贵果子，以后姐姐可供不起你们吃果子了。背后说人坏话。不好，再换一家。不行。公子啊，我说你俩这是去采购食材呀？还是去逛街呀？闭嘴！
顾明，你来了。我听李满说，你都没怎么好好逛过京城，今天本阁主带你好好逛一逛。那就有劳阁主了。嗯。哎，这位小郎君真是有眼光啊！这红豆是甘泉，你看这色泽鲜艳，出沙率最高，而且还便宜，只要20文一斤。那来一斤。哎，好好好。我卖你们了。得嘞。哎，赵老板，那就先给我来上个20斤，然后再送我们1斤红豆吧。这，好吧。哎呦，龚老板，你可真是个人精啊！我都怕了你了。小郎君啊，快把他给带走吧！啊，好啊。赵老板，你可听清楚了，我说他是我的人，又没说他是我内人。懂，不是内人，是良人嘛。啊，您快走吧。啊，您请。哎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走啊！好。卖臭豆腐了，闻起来受吃臭豆腐。这臭豆腐闻起来臭，吃起来可香了，是我的最爱。要不要也来1份？老板，来2份。好嘞，2份，10文钱。好。哎，老板，5文一口价，不然我去隔壁了。哪来的愣头小子？爱吃不吃啊？走人！哎呀，老板，10文给你。好的，不想等着啊。唐风，你真可爱。这种小本生意不可以这么还价的。姑娘，齐了。谢谢老板。没事儿。香吧？这个味道绝。那边有动静，好像是松鹤楼那边，去看看。好啊。哎，老板。哎，走过路过的各位客官不要错过了，今天你们赶上好时候了。今天是我们松鹤楼开业5周年纪念日，特此我们准备了这些个字谜，凡列位有1个能全部猜中，我们就会送上松鹤楼酒席1桌。1桌酒席啊，可以试试。不知道唐公子擅不擅长猜字谜，要不我们比一比？正合我心意。老板，出题吧。好。
果最后一题答对了，这桌酒席就是你们的啦。常随错大官人，满腹文章儒雅，有时一面红妆，爱向风前月下。是印章？没错，是印章。果然厉害！既然二位答中了所有的题，那么里边请吧。等等，可以带走吗？为什么最后一题你要让我呀？我要不让你，回畅音阁你不想尽办法刁难我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啊。对啊，你龚大阁主就是一个斤斤计较、睚眦必报、一毛不拔的大善人，为来路不明的人挡走恶人，为让更多的人吃上果子，坚持不做名贵果子，为无家可归的人们送上吃食，不计功名的赚钱养着畅音阁上上下下几十口人。停，你这样说，我觉得你有什么阴谋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小心点儿！看蝴蝶闻着花香碧成霜，看星星似雨落盘无声回响，相思成时光，情深至苍茫，有心者人间难天色也不早了，还得给小虎他们送饭呢。对啊，虎子他们肯定特高兴。要全心投入。龚姐姐带来的吃食真香啊！我好久都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饭菜了。来，大娘，喝点汤。哎，谢谢唐公子啊。不用谢。哎，好。奶奶，这是果子，里面夹着豆馅儿，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可惜呀，奶奶牙口不好，吃不了这果。快走！畅音阁又出新品了，非常好吃的新品逗乐，只卖20文一份。这次新品是为了答谢诸位照福，推出了一款市井果子，让大家闲暇时来上一碗也不觉得心疼。所以呢，这次办了一个试吃会，所有在试吃会上订购的人呢都可以优惠，价格减1成。这么好！而且呢，这次试吃会只要大家购买了1份，就可以参加抽奖。中奖的人呢，就可以半年的果子全部半价，大家预购从速啊！欢迎，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。不好好做糕点，净搞些花样。哼，我早晚把你生意都给你抢。
店里还有好多品类呢。500份。这位老板有些面生呢。龚老板好，朱某乃晋中人士，做生意来到京城，竟遇上贵店大酬宾，这果子真是闻所未闻呐，便打算带些回去售卖。为表诚意，我可以提价到40文一份。3日后离京时再来取货，相信这偌大的畅音阁一定没有问题。500份，要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唐风，他肯定会高兴极了。成交。好，龚老板果然是女中豪杰。我哥这做果子的思路怎么变了？不太像他的风格呀。想不到这平民的食物看起来普通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呢。殿下，您特意买这果子，算不算资敌呀？你懂什么？这探查敌情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对，殿下您高瞻远瞩，定是从这个果子上面想到了应对之法。让他们再高兴2天吧，看看到时候他们拿什么开店。唐风，怎么不在啊？阁主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黄豆卖光了，我跑遍了京城所有的店铺，没有一家有余量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哎，今天天气真好啊！啊，不错。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刚刚你说的惊喜？对，如新刚刚画了你的舞剑图，你要看看吗？你们主仆可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就是，快销毁！唐公子现在身份不同了，不准再画了，不准画了，不画了。我跟如新还有点事情要干，先出去一趟。不画了。走啊！去哪儿啊？这黄豆不是让他们多准备一些吗？40文，50两。怎么样啦，阁主？照契约赔偿，咱们畅音阁非倾家荡产了不可。那可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？没什么。这舞剑图画的确实一般，但这字写的倒是很清楚。若无法按时交货，给人3倍赔偿金。什么？这人就是故意的，字那么小，我签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。你本不打算告诉我，是想自己偷偷去弄黄豆？原本我还打算给你一个惊喜，但是现在一人做事一人扛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你在嘀嘀咕咕些什么呢？该不会是骂我吧？
老板，我想订一批黄豆，要快。早就没有了。老板，你们这儿还有黄豆吗？多少我都要。老板帮帮忙，我跑遍了京城，你这里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哎，怎么都是订黄豆的？没货了，都被订完了。去别的店铺问问吧。买完了，你去别家看看吧。老板，急需一批黄豆，能否帮帮忙？没货，没货。唐公子回来啦！怎么就这么点黄豆啊？没事儿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。真的？啊，不愧是唐公子。阁主呢？跟你一块回来的吗？啊？他没回来吗？没有啊。